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正月初10公司大期待在记新闻，我是高兴珠。节目开始来关心2020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阶段，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昨暗伫咧总统府头前的凯道举行造势晚会，主办单位讲，现场有超过100万人去参加，15个拿赢的县市首长嘛拢有到位，展现国民党大团结。韩国瑜是批评民进党执政了后就变做金光党，明仔载登票爱互贪污做不好的民进党落台。韩国瑜，韩国瑜。重现2018要选战，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罗秀燕3个人共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到晚伫咧凯道造势，甲夫人李嘉欣相尾登场。韩国瑜以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内面的一段话，形容即卖的台湾。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拥有一切的时代，也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时代；这是一个走向天堂的时代，也是一个走向地狱的时代。韩国瑜讲，民进党重新执政，大家就是讲会青年执政，努力打拼，互人民过好日子。结果，民进党却变做金光党，贪污腐败，也讲到民进党在野时阵上讨厌国民党做的3件代志。党政不分。第二，立法院多数暴力。第三，新闻不自由。有的时候还会再骂一个，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司法不公。民进党天天骂国民党，结果执政3年半。我们发现了，原来民进党，你不是一只纯洁的小白兔，你是一只可怕的大野狼啊，对不对？韩国瑜批评民进党控制司法、控制新闻自由，和台湾的自由民主无态度。伫造势晚会进前，韩国瑜到会议头接受网络节目的专访，讲伊自一开始参选，民进党的攻势就无停，已经知影有抹黑伫咧等伊，也毋过无想到讲有9成的媒体拢互民进党控制，才用民调看牌来对付。记者综合报道。选战进入最后的阶段，总统蔡英文要拼认真。昨昏伊是伫咧全台湾用车队扫街拜票，呼吁支持者爱团结，一定爱出来登票。那昨暗，总统蔡英文是伫咧宜兰举行造势晚会。蔡英文讲，宜兰是珍惜民主自由的所在，所以宜兰的传统一定要全世界拢看到。伫咧宜兰一定爱大赢。总统蔡英文昨9号归工，用车队扫街向选民催票。自新竹市出发，经过新竹县、桃园市，为党籍立委候选人拜票。暗时赶到宜兰、基隆甲台北龙山市3场造势晚会。伫宜兰的晚会，蔡英文讲，宜兰爱赢好水、赢好悬，因为宜兰有一个传统，是上珍惜民主、上爱自由的所在。尤其是咱宜兰这个所在，咱一定爱赢，咱的爱赢好水、赢好悬，安尼好啊，唔好？好。蔡英文讲，对手的广告做了这么大，对手的支持者到即马拢无放弃，和民进党的支持者正烦恼困袂去，讲国民党若个倒来，唔知要如何是好。咱的对手咧话讲是庶民总统，迄是假的啦。有钱有资源的国民党才是真的。咱是不是要把这个国家交给一个只会讲空话的总统？咱是咧烦恼讲，咱未来咱这4年做的改革，是不是就要没有了？啊，台湾是不是又要回到过去那种92公式，依靠中国过日子？蔡英文提醒支持者，莫怀疑家己，莫低估对手，莫看轻对手，也莫把对手当作玩笑人。民进党主席杜英泰也希望把政党票投给民进党。宜兰的胜队对家开始，维护民主进步党对宜兰的传统，不要被配走，不要被分走，把政党票留给我。蔡英文讲，选举是民主的喜事，亲人朋友加减的立场无同，无需要刺激对方，也莫去笑对方的政党认同，就要以爱台湾、爱国家、爱这块土地的心情去投票。记者综合报道。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昨昏是伫桃园拼选情，针对韩国瑜批评民进党执政了后失去民心，宋楚瑜是批评国民党面对中国破破塌塌嘛无咧外好。宋楚瑜，动帅！宋楚瑜，动帅！
受到热情民众的欢迎，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到何早起来到桃园杨梅区3元宫参拜。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提起报纸讲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讲民进党像香炉，提完就走，难得这句话讲到。酬庸的用了多少国营事业这些许多的官员没有专业，捞完就走人，讲的没有错。国民党也差不多吧。也毋过，也反批评国民党真侪人只敢对台湾人歹，也毋过看到共产党都像奴才共款，也是匈奴。针对家己被国民党人质疑过去选总统失败无条，都应该反省。宋楚瑜讲，国父孙中山革命在一摆才杀到满清，批评国民党人欺师灭祖，糟蹋孙中山先生。他不是在骂我呀，他是在骂孙中山先生嘛。孙中山先生就是他干你嘛，对不对？安讲的呀。10次失败也不怕，对不对？才有中华民国嘛！正正当当做一个2、3个人，就像俺给老祖先，东山过台湾，我办天前，三门大兵东山公天。宋楚瑜强调，人爱讲道义，做人是永远的，唔通选举就六亲不认。替好朋友国民党杨梅区立委候选人吴志阳求票，也毋过也呼吁选民政党票投予会做代志的亲民党，制衡蓝绿两党。记者综合报道。那郭文哲的台湾民众党是要拼争做国会的第3势力，也毋过郭文哲昨是承认讲，要摕到50立委是爱真拼，有影有硬斗。柯文哲来了，柯文哲本人站在我们的战场上，要跟我们心中的乡亲请安。大声吹票，台湾民众党要做国会第3势力，但是选情敢若无遐尼乐观。当初是郭文哲接受媒体人王伟汉专访的时阵，坦白讲，不分区的席处为伊估计10几席，即马下降到要有5席，恐惊拢有困难。敢是你话选情真紧张？我们不用去打什么告急牌嘛，这个一样哦，稳扎稳打，心平气和这样就好。难道你幻想说，我们多了2席，然后台湾社会就会巨大改变嘛？也不会，只是说少2席辛苦一点这样而已。郭文哲主张民众党是流行政党，而且真独立。虽然有风声讲内部有人对郭台铭有意见，但是郭文哲永远是保持随缘的态度。台湾民众党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你知道，我们有自己的路线、自己的方法嘛，对不对？那如果人家有额外要来帮忙，那就算多的嘛。你这样，所以人生要把它变成一个。这叫什么？叫嘉华的人生嘛。不过，民众党的选情之夜，敢会有郭文哲甲郭台铭共台的安排？两个人甲行程交互幕僚去规划，对民众党内底有反对的声音。郭台铭强调，伊甲郭文哲的沟通管道真顺。你们认为应该是听柯市长的，还是听内部的？对，内部代表什么？我不了解。但是我们的沟通的管道都是跟柯市长跟蔡壁如沟通的管道是畅通无阻。那么，这个我想绝对没有外面传的这些问题。精忠报国，不能贪污。前一天到家人甲民众党有票的郭台铭，找到副选亲民党替亲民党的立委候选人李正浩剃头毛，而且搁伫卡车片写字，唔拿खु去即时要胜选。郭家军搁想要伫2020的国会有因的地位。记者陈北市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哥日报》，要减肥，有人会不爱食饭、胖也是面，这款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这款减肥的方式或者行动饮食。也毋过专家是提醒讲，长期安尼食，有可能会提悬心脏病的风险。来看《自由时报》，咱台湾去年器官捐赠的人数是370万个人，创下新高。捐上届济的是眼角膜，也毋过就算捐的人创下新高，也是比袂过排队要等器官的人。来看《中国时报》，环保团体公布上新臭氧的空气品质年报，高屏地区臭氧上界害，超过标准的日子比大台北加4倍以上。环保团体是呼吁政府要重视南北空气品质无平等、无公平的这个问题。环保署是回应讲，已经有大的改善啊。来看为着要疏解车流量，让大家穿过年的时间会当较凉一寡。行政院决定讲，对今年开始要调整后摆过年，拢会对小过年暝就开始休，上无拢会使休7天的连续假期。若欠的，就是用补上班的方式来处理。
旧年过年就特别到啊，过去政府规定年假拢是拄围落迄天才开始休，所以造成真侪车流，甚至是拍无车票登去故乡的状况。行政院去年修正政府机关调整上班日期处理要点了后，今年的29暝就改做休困日，透过刷日子补班的方式，互未来春节休困上无有7天的年假。小年夜就会挪调放假，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是例假日，我们就会用挪调放假，但在年后还是要补班，不会影响既有的放假天数，不会造成某一些企业可能会担心是否放假日增加的疑问。根据行政院规划，今年春节年假有7天的连续假期，甲延过无共，对1月23、29暝就开始休困，一直到29才结束。啊，若是明年春节年假是对2月70休到16，甲今年春假同款有7天的年假。后年规划会有9天的连续春节假期，到后年是有10天。啊，毋过提早休困嘛爱补班，今年补班的时间是2月15。啊，若是明年围落的前1天嘛有调整休困，所以佫爱另外补班1天。很多人都出国去了，对国内的旅游会有伤害，反而影响到国内的国民旅游、国内的旅馆呐，或是风景区门票的收益。能够放假的当然是放假了，确定不能够放假的变成要加班，就多发这个加班费，对企业影响不大。但是我们要检讨这个一例一休，又有46小时的限制，这样就有影响。行政院强调，讲这款的休困方式，唔来互民众有更较大的空间，嘛鼓励台湾人利用提早假期来做长期故乡的规划，互车流卖遐客，交通卖当更较顺。记者综合报道。过2礼拜咱就要过年啊，南回公路掠这个工程伫旧年底通车，往来台东甲屏东会使先半点钟。过年大家应该拢会使这段路，所以即马公路总局嘛有针对这一段路有做一寡管制，要使乡亲爱注意。南回公路拓宽改善工程完工通车半个月，用路人也来适应4线道真快的交通动线，以及以时速60公里通过4.6公里的草埔隧道。公路局第3用工处统计，去年春节9天，南回公路涌入57万外台汽车。今年春节虽然只有7天，也毋过却是南回改通车后拄到的第1个连续假期，估计会涌入更较侪车辆，尤其是安设高架甲草埔隧道。虽然只会当驶轿车甲游览车，也毋过北边安设甲南边的草埔入口一旦塞车，公路局将疏散车流改行旧南回公路。路南车辆到了草埔，车道缩减成2线道，而且警方以手控后置方式减慢双向车流进入。那我们在这个隧道的两边，我们都会加强那个行控的管制哈。那假设呢，在继续回堵到北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号志灯控来引导用路人，你就整个就走往台955。台东县警察局也做好春节出现的车流控管准备，针对华东公路甲东海华公路开拓的路段，规划疏导措施，请用路人爱耐心等待。远警在现场指挥，在采取轮放管制的措施让车辆能够依序的前进。公路总局也呼吁用路人加利用幸福公路 APP， 透过手机监视器画面，掌握公路车流动态，规划好行车路线甲时间，才会当伫春节期间快乐到华东旅游。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减弱，天气会变好。咱来看上新的温度。冷空气已经刷到台湾东边的海面上，加上东北季风豆豆在减弱，所以呢，案件开始到明仔投票日，温度拢会豆豆回升。日时各地是侪云到好天，只有东半部有局部地暂雨。明仔拜六投票日，咱全台湾的天气拢袂歹，所以乡亲一定爱会记得出门去登票。也毋过拜六暗开始到礼拜日，阁有一波锋面会通过，加上东北季风会增强，若即届水气就较高，所以正锋面的北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拢会落雨，中南部的山区有机会会当落雪。若温度的方面，今日温度会一路爬悬，各地今日拢有日头。东半部高温是23度到25度，中南部是26度到27度。过年前若要摒扫，嘛会当把握这2天。继续来关心武汉的肺炎的疫情，咱疾管署昨昏讲有接到中国的通知，讲武汉的肺炎初步判定讲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嘛发布相像的结果。中国武汉爆发不明肺炎疫情，咱国疾管署9号早起接到中国通知，病原体初步判定是新型的冠状病毒。
刚接获陆方的通报，那已经确认是新型的冠状病毒，那么他们是目前有检出15例的阳性，也做了这个完全的一个基因定序，那电子显微镜下也看出来是冠状病毒。疾管署防疫医师表示，目前已经知影会感染针对的冠状病毒拢做6种，包括可能造成严重疫情的 SARS 跟 MERS。传播路线是喙烂传染，少部分透过空气传播。武汉发现的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是动物传人，普通这类型的病毒人传人的能力不是真好，不过也是需要中国公布更加多的资讯。有可能是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新的冠状病毒，或者是已经知道会感染动物，但是从来没有感染过人报告的。那这其实也代表说，我们其实很需要中国公布一些有关这一方面的资料，帮助全世界做风险评估哈。目前国内有3人符合中国武汉旅游署的发烧肺炎病例通报登记个案，其中1名检出 H3N2 流感病毒，1名检出 H1N1 流感病毒，另外1名8号暗时入境到为机场送医检验的查某囡仔，9号下昼检验结果出来，确定是另类间质肺炎病毒，所以3例拢排除是新型冠状病毒。也毋过南韩也出现头一位疑似病例。根据韩联社报道，患者是中国籍36岁女子，去年12月13到17捌去过武汉。已经被送往首尔国立大学昆东病院隔离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即马囡仔愈生愈少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到去年底，敢若有175000多个红婴仔出世。那遵照当年拢会减少的趋势来看，今年出世的红婴仔应该无到17万个。即嘛代表咱台湾人口的结构已经在出世的比死亡的也搁较少，正式进入人口自然增加率倒塌的年代。少子化问题影响全台湾。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到2019年11月份，国内出世的人数是16,851人，结婚的人数无到12万对，反映出即卖少年人无要结婚、无要生囝的现象。医界估计，若搁加上12月份，去年上侪175000多个新生儿。毋过，若是进一步对去年做产检的人数来估计，今年2020年的新生儿人数嘛，敢若17万左右。现在的人平均到30岁才结婚，那他可能剩下10年可以生小孩，所以其实他能够生育年龄就只有剩下一半。养孩子的成本上，现在因为大概价位也是就是所需要付出是越来越高，那可能房子也贵了，这个经济上的负担是个问题啦。其实台湾伫咧2000了后盈利调的时阵，当年超有30万至40万的新生儿。2008年金融海啸第一届落到20万以下，2010年创下史上上低，敢若166000多人出世。了后每一年的出世人数伫咧20万左右。2017年落到19万多，2018年敢若剩18万多人，去年前11个月落到敢若剩16万多人。学者表示，2019年是上后尾一年出世率甲死亡率差不多的年代，估计今年的总出世人数可能会比17万较低，出世率会比死亡率较低，正式进入人口自然增加率负成长的年代。11月底为止啊，死亡比出生还多了39个人，出生跟死亡是非常接近，就是所谓的零成长嘛。那今年呢，2020年呢，大概铁定就是负成长的，然后这个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的冲击是远远大过于人口数量。学者认为讲，就算政府即马这个阶段是拍拼伫推销生育补助的政策，毋过这个若是鼓励生囝的必要条件，而且真侪少年人工课无稳定，佮要面对薪水低、高房价，若是政府无拄多方面去思考解决，也是无法度真正提悬实际的生育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政治细分明，咱来关心中国的间谍王立强这个案，即马搁咧加紧。有澳洲的媒体报讲，王立强和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施压，要求爱收回进前的指控，爱还口供。毋过蔡正元昨昏是公布录音带，讲幕后伫咧使弄的应该是民进党接到。自称中国间谍，并且向澳洲投诚申请庇护的王立强，则掀起风波。根据澳洲媒体《世纪报》报道，王立强在2019年年底耶诞节进前，收到来自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甲一名四孙的中国生理人施压，要求拍影片收回进前的指控。也会讲是受到民进党的乌西加指使，而蔡正元公布录音，可能威胁王立强。录音中，向心的朋友孙天群也指王立强讲是民进党的区议员派人收买，这不偌向心的。从来没收到过，国民党的委托。没有，他能够安全回来，民进党答应他给他一笔钱。邱毅人呢？
他说是民进党邱秘书长，我具体名字是我问他，他说告诉我说是叫邱义仁。我没有听过王立祥这样讲，人家拜托我只是要帮向心解除他限制出境。蔡正元也公布家己甲王立强的时阵影片，也毋过强调无对王立强口中听到民进党予伊钱，只敢来讲这个讲法是孙天群讲的。更加直接讲，王立强讲的无一定可靠。不过，民进党事后也召开记者会，强调柯义仁4人无去过澳洲，批评是国民党甲对方合谋要抢救向心，又搁想要介入大选的双方面的做法。邱义仁介入假间谍事件这件事情是子虚乌有。不过，法务部证实，最近澳洲警方确实有因为王立强报案遭到威胁，向咱方查证蔡正元的身份。澳洲警方透过我们平常合作的管道，来向我们这边求证蔡正元先生的身份。But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has taken this case very seriously and is conducting necessary investigation, just as the report indicated. 但民党强调，澳洲警方是透过一般合作管道向咱方查证，不是司法合作管道。而蔡正元对着澳洲警察查证身份，回应澳洲警察无愿意调查王立强是不是诈欺犯，是伫咧耍把戏，有关可能有威胁引诱王立强。记者综合报道。选战进入最后阶段，要拼选票。前总统陈水扁继续替一边一国行动党辅选，时代力量是诉求国会内底要有温柔、搁坚定的力量。另外，台湾公民电线嘛开记者会，建议大家安那来转政党票。这礼拜六就是投票日，小党继续催票。前总统陈水扁陪一边一国行动党不分区提名人陈昭珠去云林县斗六市新兴宫参拜。陈水扁爱乡亲好好思考，除了国民党、民进党以外，阁有真侪选择，阁批评一个一休是失败的改革。一例一休，这是失败的改革。咱认为要做一个改变，要倒转去阿扁啊总统的时代，周休2天。劳资协商，一礼拜爱停困2天，免怎停困？有放假做工仔人，大家坐落来讲袂好势，咱来找政府做公正。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王婉如是邀请各行各业代表徛台，希望国会除了拿力恶斗，嘛会当有母亲温柔但是坚定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婉玉应该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数一数二，在承受巨大的压力的时候，还能够坚定信念的人。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大家和我一起继续的勇敢，然后照亮台湾的未来。谢谢大家。2020大选抢政党票的政党拢总有19个，是真竞争。台湾公民电线开记者会，公布政党票配票建议，主张大党卖投国民党，小党卖投民众党，认为第三势力的出路是伫多元开放的政党体系。诉求就是开放并鼓励地方政党的成立，搭配县市议会半数采取党比例代表，然后地方政党补助金因县市议会政党票计算。直辖市实施区自治。1月11我会回家。要拼少年人的选票，绿营初九开记者会话3.14是圆周率，守护民主需要投票率，要结合民进党总统甲政党的号码，来拼全青年的投票率。各政党拢把握最后的催票机会，希望集中选票，冲出上好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选举要到位啊，检警嘛无用得掠贿选。刑事局甲新竹的警方调查4个月了后，即马有抓到一个平地原住民的立委候选人的干部涉嫌贿选。另外，伫咧云林甲彰化嘛拢有抓到贿选的案件。伫警方的陪同，草稿散步的细马嫌犯行回住所，伊的身份是平地原住民立委候选人的竞选执行长，却疑似是现金贿选的主谋。刑事警察局甲新竹市警察局去年10月接到证据，联手成立专案小组，经过4个月侦查，背后提搜索票分几路，去细马条仔卡住所据点搜索，查获手写名册、作案手机，甲红包袋底有2000倍等证物。另外，团款21人到案说明，其中有部分的选民现金收钱，由选民缴回共计8000元的不法所得。另外，庄缴因为涉嫌重大，经台湾新竹地方法院裁准羁押禁见，全案现在仍然积极扩大侦办中。
检警查出细马嫌犯以1000至6000不等的金额贿选，伊向检警表示，伊有付钱，但过坚持后人有贿选。至于本地原住民立委候选人接受涉案，专案扩大侦办。中华共款发现，本地原住民立法委员候选人条卡涉嫌透过现金贿选，检警继续追查，敢有共犯结果。从去年年底到今年1月初，在本辖、彰化市、花坛乡及鹿港镇等地，分别以每票现金1000元行贿陈姓等3名选民，而约定投票支持该立委候选人。婚姻地检署查获原中乡村长涉嫌现金贿选，互人搜证无证涉案村长已经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国民党婚姻关立委候选人刘家俊召开记者会，指控民进党婚姻关立委候选人苏地婚假着造势名义，行买票之实。疑似开钱请行路工，所以正式告发苏地婚。虎尾分局有受理一位检举人有提供相关的这个贿选的相关情资的录影带，我们地检署将会依法来侦办来调查。2020大选进入最后阶段，各政党加紧脚步推出电子选票，那差一选前也成了贿选的高峰期。为了确保端正选方，检警继续伫各地积极查获。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来关心美国甲伊朗的局势紧张。伊朗为着要报复美国，有去攻击美军的基地，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正罕见伊无使胜地，伊颠倒讲美军无伤亡，认为这是伊朗态度落软的关系。这款讲法嘛，互两边的冲突会使小可冷静咧。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遗体落土地底几点钟了后，伊朗军方就伫3位地点对伊拉克境内美军使用的2个军事基地发射16粒飞弹。这是自从1979年德黑兰美国大使馆的人质危机事件发生以来，伊朗对美国上直接的正面攻击。美国总统川普侧背伫咧副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还有真侪军方高层的将领陪伴之下，伫咧北京发表电视演说。川普讲基地受到损害状况无大，无美方或者是伊拉克人的伤亡。照这状况看起来，伊朗是甲姿态放低。Iran appears to be standing down, which is a good thing for all parties concerned and a very good thing for the world. 川普阁宣布讲要对伊朗实施另外经济制裁，而且要求北约阁较积极来参加中东和平进程。另外一方面，顶礼拜已经到中东而且完成部署的美军快速反应部队，嘛保持高度警戒的状态。川普电视演说结束无偌久，当天暗时巴格达美国大使馆所伫的地区，上无就起2粒飞机炮来攻击，好加再无任何的伤亡甲损失。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米尼侧背透过电视演说讲，飞弹的攻击敢若是刚开始尔。حالا یه سیلی دیشب به اینها زده شد. این مسئله دیگری است. این کارهای نظامی به این شکل کفایت اون قضیه رو نمیکنه. آنچه مهمه این است که بایستی 甲伊朗掌控中东区域战略的首脑苏莱曼尼台视5天了后，美国国防外交还有国安官员才对参众两院进行简报。会后，民主党还有部分共和党的议员对政府采取这项行动的理由是真不满。Was probably the worst briefing I've seen, at least on a military issue, in the 9 years I've ser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What I found so distressing about that briefing was that one of the messages we received from the briefers was do not debate, do not discuss the issue of the appropriateness of further military intervention against Iran. And that if you do, you'll be emboldening Iran. 因为川普政府的方法甲决定全部拢跳过国会，将2029会表决一项战争权利的决议案，限制川普对伊朗动用武力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局势无稳定，咱总统蔡英文昨晚亲身去主持国安高层会议，结束了后，有针对能源、台海安全等议题做出4项采示，强调咱国内石油安全的库存量有超过100公以上，所以乡亲免烦恼。美国、伊朗两国的关系紧张，影响到国际局势。总统蔡英文找到针对能源供应、国会持平稳等等的议题，调集行政院长苏贞昌等等的官员来举办国安高层会议。伫咧国会市的部分，要求财政部等等的部门，若是国会市出现失去特殊影响国安，应该要随启动回应机制。若是伫咧能源供应的部分，特别强调讲国内石油的安全存量超过100公以上无问题，要大家放心。能源安全无虞。
所以总统也请国人放心，并且是指示，那么相关部会透过价格平稳机制来防止民生经济受到可能的影响与冲击。交民安全的部分只是外交部甲交民保护好，而且建议撤销方案。阁有为着防止中国伫台海趁机会想要创啥，嘛要求国防部要确实掌握台海的动态，确保台海的安全。根据了解，国防部参谋本部已经组成专案小组，除了关心美国甲伊朗等等的国际局势以外，嘛在监控解放军的动态。总统也要求国防部，那么必须要确实掌握周边安全的动态，确保台海安全。有关这部分，国军持续强化联合勤监侦的作为，对区域的情势以及台海周边的动态都能够充分的掌握。目前三军都是维持常态运作的，状况正常，请国人放心。另外，外交部表示，目前住伫咧伊朗的侨民超有15人，主要住伫咧德黑兰。杜拜办事处已经有打电话甲因联络过啊。我们监管的驻杜拜办事处已经电话联系了旅居在伊朗的侨胞，要提醒他们要注意人身安全，并且跟我们住处保持联系。外交部强调讲，外国嘛要保持警觉，提供侨民必要的协助，嘛呼吁台湾人唔通去遐佚佗。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乌克兰国际航空有一架波音飞行机伫伊朗摔落来，飞行机顶176个人全部过身。因为飞行机摔落来进程才无偌久，伊朗有对美军射飞弹，所以外界认为摔飞行机甲伊朗有关系，原因可能无单纯。乌克兰国际航空波音737客机吹飞意外事故，因为时间点正敏感，拄好甲伊朗攻击美军基地同一天。外界怀疑原因无单纯，美国是认为甲伊朗有关系。美联社引述2名美国官员的讲法，讲飞机有可能是和伊朗的飞弹射到。美国总统川普是暗示讲，飞机有可能是被伊朗无顺利射到。Well, I have my suspicions. It was very,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ecause other people have those suspicions also. It's a tragic thing when I see that. It's a tragic thing. But somebody could have made a mistake on the other side. 这里飞机内面往生的176人内面有63位是加拿大公民。加拿大总理杜鲁道除了要求赶紧查出原因，也点名伊朗是凶手。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plane was shot down by an Iranian surface-to-air missile. This may well have been unintentional. 因过加拿大也强调，相信伊朗唔是挑工的，希望伊朗和国际社会参加调查。同时，个乌克兰对伊朗是唔是甲代志有关系，正保留。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tastrophe are still unclear. It is now up to the experts to investigate it and to find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of what caused the crash. 伊朗学生新闻社引用伊朗民航局的讲法，讲客机唔是由伊朗的飞弹射到。伊朗的初步报告讲，客机伫咧当地时间早起6点12分起飞，起飞了无偌久就发生紧急事故摔来，严过不愿意讲更加侪内容。伊朗真正也讲未甲 OR 送去美国，或者是交互波音公司。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王位的继承排第6个 Harry 王子是透过网络发表声明，讲因翁仔某已经决定要退出排名，嘛要退出王室，未来会伫咧英国甲加拿大生活，靠家己的力量去转接。英国的王室是回应表示讲，加拿大并无收到任何的通知。那女王是感觉真伤心，外界对 Harry 王子这个决定，有人支持，嘛有人批评。哈利王子甲吉奥梅根新年发出对王室隐退震撼消息。配合暗时透过官方 Instagram 发表的声明表示，经过几个月反思甲内部讨论，阮决定以今年为过渡期，伫王室体制下开创更加有进步性的角色。阮的工作取得财务独立，同时全力支持女王。未来生活会在英国甲加拿大两地来取得平衡，并且发展新的自身事业。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女王对这个事的决定进前拢唔知影，伊感觉失望甲受伤。No other member of the royal family even knew it was being put out. That is therefore duplicitous or, at best, an extraordinarily irresponsible way to behave. 哈利王子甲梅根2018年在温莎城堡举行华丽婚礼，一度真侪媒体前来报道的人。不过去年梅根经过有心事件，小报各种造谣甚至入侵私人邮件，互梅根甲媒体来拆破面。哈利王子真为骄傲，只是伊提出告诉。
这阵两个人宣布对王室隐退，也引起赞成甲无赞成的批评。有人讲，梅根是两个人脱离王室，和哈利兄弟发生无爽快的合手，也有超过100万人对隐退声明按赞支持。I think it's completely irresponsible. You think so? Yeah, they're part of the royal establishment and they should behave accordingly. That's their choice, isn't it? As royals and as human beings, you know, they don't have to always, you know, we get to choose what our job is. Unfortunately, they don't always get to. Still rich anyway. I don't think being financially distant from the royal family will really, you know, affect them that much. Well, I'm not even surprised. I think she's kind of Hollywood actress lady. 哈利王子王阿母去年离开，甲威廉王子合办的皇家慈善基金会，用家己的方法创办萨塞克斯皇家基金会。梅根去年底甲萨塞克斯皇家注册品牌专利，拍算套用在100多种产品。王阿母两人虽然各自有真侪业绩，哈利也继承爸母大笔的财产，不过未来要伫英国甲加拿大两个所在买厝生活也会为安，经营家己的品牌也可能牵涉利益冲突，债务独立挑战袂少。英国顶一个隐退王室高层是无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8世国王，伊在1936年退位，后来娶离过2摆婚的美国妇女辛普森夫人。记者综合报道。头拄啊，新闻有讲到要减肥，有人是无爱食饭、胖、面这款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啊，那最近这几冬，也有一款真热门的减肥的方式，就是集中性的食食方法。甲一日24点钟内底食物件的时间集中伫咧8点钟内，其他16点钟拢无爱食物件。结果有人真正有影减轻体重。最近医学嘛发现讲，这款食法伫咧控制血糖甲血压的效果袂歹。梅丽莎·班克斯顿是综合健身指导员，伊的身材袂歹，也有规律运动。不过，伊伫咧正堂以外，若看到四小碗点心就忍袂了。I thought that I needed a way to stop snacking so much during the day, so I wanted to limit the amount of time that I was eating. 伊所讲的就是最近几年伫咧美国正流行的集中式食食法，就是一天内面甲食物件的时间拢集中伫咧8点钟内。其他16点钟拢无食。I just feel more clear-headed. I don't feel hungry when I wake up anymore. 所以真侪人是利用中昼到尾仔这段时间食饭，其他时間是因為伫咧困，或者是有代志做，較會動搖。You eat, you don't pay attention to the calories, but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clock. When you don't eat, you lower your insulin. Insulin is the storage hormone. It stores the fat, the carbohydrate, it helps to store the calories. And if you have a lower insulin, you start to mobilize the fat. 有研究讲，这種集中式食食法，無一定比傳統嘅減少卡路里攝取量嘅減糖法較好。不過，做相關研究嘅資料也發現一寡好處。There was an improvement in blood pressure. There was an improvement in lipid, cholesterol, triglyceride. There was an improvement in markers of oxidative stress, and there was a clear improvement in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insulin secretion. 研究也顯示，要用這種集中式食食法無簡單。伫咧一項比較集中式食食法加降低卡路里攝食法嘅實驗，兩組總共100人，減重嘅效果差不多。不過集中式食食法這組半路就放棄嘅是38%，降低卡路里攝食法這組半路放棄嘅是29%。記者綜合報導。鏡頭個等下咱國來關心金門縣的衛生局長王漢志，去年底食啉燒酒醉，走去亂金門病院的急診室，對於醫生甲保全人員起骹動手匹配叫，互縣府記伊2個小告。監察院昨昏通過對伊的彈劾案，要送公聽會，相當可能會撤銷職務。金門縣衛生局長王漢志去年9月陪同家庭到金門病院急診室看病，因為不滿急診醫師的處理，那對醫師甲保全人員起骹動手，佮用垃圾袋啊侮辱醫護人員。代志互媒體報道，縣府考績會當時記2小告，檢方做處分起訴處分，也毋過監察院認為為互保勒殺急診暴力零容忍。王志漢身為金門醫療相關主管，顛倒佇急診室動手真毋對，9號通過彈劾案。他是金門縣最高的衛生主管，本身又是醫師，主管金門醫院。那他顯然在這種狀況之下，已經沒有辦法再執行這個金門醫院的督導工作。基本上來說，就是無職可做，沒有任何業務可以進行。
可是他在目前来讲，他只是借调出去而已，他还是局长的职务。因为王汉志是艺术人员，需要依照专属法规任免。官府这个当暂时以卫生局长的身份借调官府协助官政。对于王汉志奖赏公听会听解，官府表示尊重监委单项决定。还是局长，卫生局局长，那只是借调到县政府过来。那现场有一些医疗事情，就当作是医疗咨询。那集体场合的话，那依工程会做出处分。那我们原来的第2个过的话，我们就要撤销掉。我们一般以工程会通过的为主。监察院表示，依据公电法规定，若讲监院做出单项决定，官府其实会当依法提出停职的措施。对此，金门官府强调，会甲人事单位进行讨论，监视以监委的建议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高中1年的查甫学生，这个月初6下课的时，互几下个3年的学长甲整甲拍甲流血流滴，甚至甲恐吓。这个防霸凌的学生囡仔，伊的妈妈是伫咧面册，阮学校甲警方处理了无妥当。学校表示讲，已经有咧辅导学生，若警方嘛讲会调监视器调查。台中市海线一间国中，这个月初6，一个国1的查甫学生伫咧等105公车下课的时阵，甲3个国3的学长来冤家，就车了后，其中2个人认为讲学弟甲因呛声，后来转发生冲突。这个因为他们在国小都已经有认识，他们是说这1年级的，他们有呛3年级的啦。对啊，其实呛的程度，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深入，是说你到底是怎么呛法？因为这个孩子他事发之后，其实他还是在家里休养。学生的家长伫咧人面册面顶表示，囡仔去互拍甲剃3针，而且校长佫摕电击棒出来共吓。学校表示，代志发生了后，公车司机伫咧后一站停车的时阵，就随来到3工。校方嘛协助家长来调校门口的监视器，无围倒一边。警方是强调讲，代志发生了后，已经有调监视器，2个拍人的学生嘛已经承认。毋过电击棒是安怎摕到的？即马警察还佫伫咧调查。就已经通知公车业者将那个公车上的监视器画面把它下载，都有承认，对他们是那个徒手殴打，公车上面动手殴打，已经涉嫌伤害跟恐吓的罪嫌。台中市教育局表示，针对这件霸凌的事件，绝对会调查清楚，拍人的甲互拍的人拢会提供辅导。情绪管理或者是理解对方语言的那个相互理解的那种角度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引导孩子的嘛。根据这个去防霸凌的学生家长伫咧人面册铺文表示，囡仔的反应是较慢，学习面顶有一点仔障碍。这个1年的学生伫学校除了有一部分的学科较无好以外，多数并无汇报甲同学斗阵的部分有问题。若是3年拍人的学生，嘛毋是学校重点辅导的对象。毋过经过即届代志，会加强辅导。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分红包来看这款赏金刚好，花莲的凤林是有。甲这地方的本所长的收入分予在地的乡亲，一人会当分到2000块，这嘛是全国头一个。也毋过，这款做法刚好嘛引起无共款的声音。桌顶是柜台红包，今年花莲县凤林镇的店名加一个年终的大红包。山西过凤林镇去年因为天灾，所以农产品欠收，造成农民的收入减少。为了要让店民过一个好年，凤林镇公所宣布，自14开始，每一人要分2000块的年终慰问金，希望会让带动地方的消费。预计全镇15000多人拢会当摕到。有没有觉得蛮高兴？过年又可以多买菜钱？有啊，加菜金啊。加菜金好。那是丢伫那边啦，对不？啊，这是应该回馈。凤林镇长讲，这边的年终慰问金经费来源是半型。花莲县中区本所燕麦场的收入，本所燕麦场总面积差不多16.9公顷，本来只个拿予凤林镇民使用。尾啊，前镇长林定光同去变更真济中区本所燕麦场，收凤林、光复乡等附近乡镇的本所。2015年，凤林镇甲本所场的经营权替代，每年收到的本所处理费差不多1500万。是因为除了这个1000多万以外呢，我们还有结余，所以呢，我们呢把它花，每一个人呢就是2000块，只要户籍呢有在我们凤林的。我觉得不公平，因为有些人可能距离也蛮长，比较远的地方，可是他也可以领。第二种加一个大红包，也有有人反对。前凤林镇长林廷光认为，用子孙未来环境做交换。
发现金无啥适当，认为电工所另外的收入应该会好好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中华，即马大细间国校啊，拢有在办理英语教育，甚至也有学校开始注重第二种的外国语言。来看中华的民生国小，即学期开始试办日语的社团，试探学生囡仔休逗的时间上课，真侪国校的囡仔对学日语兴趣处。学生大声念出日语的50音，这毋是校外日语补习班，是学校内底的教室。中华民生国小为了培养学生的第二外语专长，为这学期开始日语的培训班，真侪对日语有兴趣的学生抢咧报名。中午都很无聊啊，然后也很想学啊，然后上一上就。中午就睡觉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无聊啊。我也有学英文，但是我对日文有很大兴趣，而且我之前也有去学，在学校开的这个日文社团，我就感到非常有兴趣。虽然日语课并不是学校的正规课程，而且学生必须要利用家己中昼休困的时间来上课，不过嘛是有不少中高年的学生来报名。但是因为这是学校第一届以社团的方式来开办日语班，所以上尾先评选了28名学生来上课。开设日语培训团队，最主要是透过甄选的方式，然后让小朋友在日语方面能够在听说读写这一方面能够有一些接触。那未来如果有学校到这边来参访，他们也可以负责作为小手解说员的工作。校方表示，国小是学习外语的黄金期，虽然英语课程已经全面实施，但是若是会使搁再导入第二外语，嘛会使让语言的学习更加多元化。而且彰化县是台湾文化底蕴深厚城市之一，常常有日本、欧美的旅客也是交换生会来访问，有这学生来协助接待，嘛会使替台湾做好国民外交。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屏东东港种瓜啊超过20担的瓜农张英进，最近采收的梅龙瓜大粒阁有汤，香阁甜，甜度拢是超过18度以上，上界高级、上界顶级的，一粒有4斤重，是比人的面也阁较大，食过的人拢有了。若是讲到屏东东港，真侪人拢会先想到海中的乌金、乌昂船，不过其实东港种出来的香瓜甲梅龙是香阁甜。东港有一个65岁种瓜仔的高人张英进，种出来的瓜仔甜度有18度以上遐悬，瓜仔是大粒阁把水，请真侪乡亲直接走来瓜仔园甲伊买。差18度啊，食起来感觉口感足好的啦，佮清甜佮脆，食到你真诶介爽口啦。因为东港外海土质的盐分较悬，若是压肥压了有好势。种出来的瓜仔就会甜不不。阮东港海基线属于较咸气地，这的地质种起来的瓜仔比别位较甜度较有。希望政府帮忙吼，阮东港这排水歹，拢慢性，慢性较歹过。种作是靠天食饭，不过张英进嘛希望讲。政府会当甲地方斗3工，改善落雨定积水的问题，才会当互种作无受到雨季的影响，互东港除了乌昂船甲莲雾以外，搁加一项通人知的名产。记者综合报道。在宜兰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画家精密的作品。最近市府就甲等公车的灯仔，也个公车牌啊，嘛放这精密画的红啊，要互这红啊陪乡亲等公车。甲单车灯仔最后一粒螺丝锁复完，宜兰市公所站的单车灯宣告完工。天空树仔，佮配合上纸面画记这精致故事册内底的树仔，佮布丁狗，佮有绘本星空内底红仔，做伙来陪民众等公车。以简约的造型，然后重新的去烘托整个吉米老师他的可爱的忘记亲一下的造型，还有《星空》这本作品，然后重新把它在这一条那个观光巴士的路线上重新把它呈现出来。画家知名的故事册，一步一步行入去宜兰市的大街小巷。最近除了单车的灯仔，市公所嘛甲13座公车的站牌专门要来翻新。预计伫农历过年之前，市区所有的公车站牌拢会变甲真无共款，互单车嘛变啊袂遐尼无聊。加入了吉米的一个观光元素啊，我们认为
这个是非常的有意思。宜兰的独特性、竞争力可以提升。宜兰市区的公车星空号、基捷号，嘛是用机密绘本的主题来拍摄，搁有之前火车头前机密广场顶的所在。佮加上上新的公所的单车店，佮公车的站牌，规宜兰市变成一个真古水，又佮真有囡仔味的故事世界。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宝贝啊，来去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咱来看即马当地举行的国际消费性电子展 CES， 是出现真侪项人造的产品，包括人造人、人造马等等，做回来看卖有啥物技巧。Hi, I am Neon. I am an artificial human. I'm still learning about how humans talk, behave, and move. I am also learning new languages and expressions. 人造人鸟，毋但外表看起来甲真个人同款，而且反应嘛真紧，会当甲人互动。How about Chinese? 我喜欢看书、旅游，还有烹饪。 So let's ask her to maybe laugh. And another one. 这是三星发表的人造人计划，打造客制化的数位形象，会当做特定的任务。未来无得会当做老师、空服员、导致或者是医生。三星讲这是新型的人工智慧，啊，毋过有专家认为讲三星无提供基础的技术说明，目前判断利用其实就是虚拟助理的一种。伫咧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消费性电子展 CES， 出现真侪用假代替真的产品，除了人造人，阁会当看到假猪肉，这是无可能食品公司最近这几年伫杀的无肉的产品。这个所摆就是模仿猪肉食起来感觉甲味所研发出来无肉的猪排。Tastes like pork? Almost. 虽然是假的肉，啊，毋过因强调讲，伫咧全世界发展无肉的商机是真认真。Our mission is to completely replace animals in the global food system. We've been serious about that from day one. And of course, you're not going to achieve that mission without taking on pork. 另外 ，Google 宣布新增加2项新的语音智能功能 ，Facebook 嘛更新文书核查的工具，而且强调讲是为着提升使用者口罩的安全性。啊，毋过一寡批评者认为讲，这款的做法并无法度真正保护文书。华盛顿邮报报道，佮认为讲，这款的公司敢若是伫利用消费者对安全的疑虑来卖相关的产品。记者综合报道。啊，那伫咧即个电子展顶悬，咱台湾的工研院嘛有受邀请去遐做展览，而且上 AI 智慧型生活做主题，展现咱台湾人的新技术。其中背时代的机器人，还有用咧身躯的智能系统，拢有摕到创新奖。这嘛代表咱台湾的技术有法度甲伫国际甲人比拼，甲人徛起。大其中者只要挂智慧装置，这个6年陪伴机器人，就会当24点钟侦测身体血压甲喘气等生理数据。若讲不幸发生跋倒意外，就会随连续到警力的手机，随时掌握中者生活。这是工研院甲产业跨领域创新研发的行动手臂式机器人系统，毋但适合长照，也会当抢攻全球智慧制造市场的商机。在技术上跟创新上，都跟以往的智慧医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看了之后是觉得是蛮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希望是说把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呢导入我们的产品。工研院表示，近年来消费形态改变、高龄化社会欠电力，甲新兴制造国家徛起，传统机器人已经无够使用，需要导向多功能、人机协作甲联邦化发展。所以，工研院所做的研发是以市场为导向，并且连接产业链，将研究的成果带到市场。一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也就是说，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在做一些技术研究的时候，一定会想到最后的 end user 跟最后的一个 market。2020美国消费性电子展 CES 1月提起开幕，工研院也受邀参与，并且以 AI 智慧新生活为中心，展出咱自行研发的上新技术，其中6龄陪伴机器人甲复合式智能传达系统分别得到本届 CES 智慧家庭类甲传达装置类创新奖的荣誉。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明仔载天气拢有较稳定，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有25度；
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有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3度到22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